Hello，各位朋友，我係阿慈啊。咁今日帶大家嚟感受下離深圳最近嘅溫泉品質大盤碧桂園釀陽溪谷。可以睇到啊，我哋前面呢就係東南亞風情園林，離開足不出國就可以感受到啦。另外，我哋呢個樓盤佔地有2000畝，有108個溫泉泡池，而且有酒店、商業同埋別墅、住宅等等。另外，我哋呢度係背靠金桔自然保護區，個生態環境同埋空氣負氧離子好高。好適合啲對品質要求較高嘅高端人士嚟呢度度假、養老等等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去睇睇，帶大家嚟感受下釀陽溪谷嘅溫泉別墅。呢個係超美別墅，建築面積378平，但係佢實際使用有700平，而且係上下4層雙拼別墅。依家我哋嚟感受下啦。一樓花園可以種植果樹、綠植，打造涼亭、魚池。這個東向非常典型的現代中式風格。入門處為玄關，私隱性強。左邊係餐廳和廚房，右邊係客廳。整體的色調以溫馨黃色為主，局部點綴一些暖色系的家具。前面是蜿蜒的小溪，流經整個院子，風水非常好。景觀優美，天花頂部做了無主燈設計，加上氛圍燈帶裝飾，令空間顯得溫馨舒適。電視背景牆採用珍珠白的木紋護牆板，餐邊櫃和酒櫃一體化設計，實用性強，顏值高。廚房係 L 型的操作台，功能分區明確，動線流暢合理。櫥櫃顏色與整體色調相呼應，乾淨整潔，俾人一種舒適的感覺。一樓臥室非常明亮，床頭背景牆採用淺架式的硬包設計，搭配簡約時尚的燈飾，營造出溫馨舒適的睡眠環境。我哋依家嚟到負一樓，可以睇睇呢度嘅設計佈局。大型餐台容納多人同時用餐，休閒娛樂區配有桌球台，麻將房，小島怡情，大島智富。那個綠洲，東京綠洲。家庭私人影院配置專業影音設備，令人沉浸式觀影體驗。配有保姆房，為保姆提供獨立休息空間。吧台方便調製各種飲品、酒水。會客廳作為社交與休閒的核心空間，更能展現主人家的品味與格調。會客廳連接大花園，可用於種植花草，擺放休閒桌椅，打造舒適的戶外休閒空間。
開門直達水杉濕地公園，便於業主散步休閒。依家我哋嚟到別墅嘅2樓。2樓有2個套房組成，分別是主人房和孩子房。主人房面積接近80平米，極盡奢華大氣，由臥室、觀景陽台、書房、衣帽間、衛生間組成。接下來打開眼界，細細品味。站在陽台看日出日落，回顧自己成功的奮鬥史，給父母、孩子生活無憂的保障。人生最成功的意義莫過於此。孩子房打造成夢幻童話風格，擺放着各式各樣的兒童玩具、玩偶，讓孩子快樂無憂地長大。依家呢度就係頂樓啦。咁我可以睇到啊，呢度有個私家嘅泡池，咁就係供業主自己使用啦。喺度泡溫泉咧，你可以睇到出邊嗰啲景色啊，就好靚好靚，而且夜晚可以睇下星星啦，睇下月亮啦，甚至嚟講啊，喺呢個露台咧，咁你都可以有時候開下 party 啊，係咪？典雅臥室搭配輕奢時尚風，營造出沉穩而溫馨的氛圍。180度落地窗將自然光盡數收入。新中式輕奢套房配有衣帽間、衛生間、書桌，彰顯主人家對賓客的重視。看完1500萬的溫泉別墅，接下來品鑑高品質洋房。咁我哋而家嚟到讓人啟谷嘅示範單位啦。呢個係126方嘅大平層，而且係低密度住宅，好適合啲高端人士啊，就喺度生活啊、旅遊啊、度假、養老都係可以嘅。咁我哋而家喺入門位呢度開始同大家介紹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嘅入戶門啦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嘅電梯，咁係獨門獨戶嘅。咁呢個空間咧就係你自己私密可以用啦。而且喺呢個位置咧，你自己做一排到頂鞋櫃，所以呢個空間利用率就好高嘅。咁我哋而家呢度就係開始入門，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裝甲防火大門，配有智能嘅門鎖。入咗門之後咧，就係我哋嘅客廳同飯廳，而且佢係雙陽台，南北對流嘅，採光非常好。依家我哋只係喺3樓啫。咁呢個餐廳位置咧，佢係連通到我哋廚房嘅，因為你到時煮好餸啦，直接搬出嚟就好方便啦。咁廚房呢度咧，採用整體櫥櫃，咁包括我哋呢啲抽油煙機啊、爐頭啊、消毒櫃啊等等都係配有嘅，而且所有嘅瓷磚都係入牆。另外仲配有星盤，同埋打開你個窗咧，啲山風啊慢慢吹入嚟，人咧就神清氣爽。而且呢個位置啊，佢幫你預留咗一個好大嘅雙開門冰箱位置，咁你到時喺度擺個冰箱啊，放好多食物啊、飲料啊都 OK 嘅。咁呢個飯廳位佢係連通其中一個陽台，可以睇到啦。咁我哋呢個陽台咧，佢嘅陽光咧就好猛嘅，而且係睇呢個山景咧，呢個空氣嘅負氧離子好高啊，因為我哋呢個係佔地2000畝，而且背靠金桔自然保護區，環境非常好。咁睇翻我哋呢度咁我哋客廳呢度咧，我哋有冇睇到啊？嗰個吊頂啊，比一般嘅發展商嘅都要高，佢去到3.2米，普通嘅發展商做嘅住宅高度就係3米，所以佢係闊咗20公分嘅。而且我哋地磚咧係80×80嘅，仲配有地腳線，呢種顏色咧好好打理。咁喺客廳呢度咧，
出嚟陽台。咁呢度係4扇門嘅落地窗，而且呢種有個好處咧，個採光面大啊，而且呢個陽台啊，佢去到有6.8米，呢個就好好用啦。可能會有啲人咧，有啲業主就喺度放個跑步機啦，就喺度鍛鍊下，或者有啲人咧就會喺度咧，就放個茶具啊，喺度飲茶。而且前面就係我哋嘅金桔自然保護區啊，背靠，所以負氧離子好高，好適合咧好多人喺度休閒啊、度假生活。特別對於追求有品質嘅人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。咁我哋而家睇完呢個動區啦，咁我哋而家去睇翻靜區。靜區嘅設置咧就係3房2衛。咁我哋先入門睇第一間房，咁呢個可以作為一個老人房啊。呢個老人房咧四正正。而且呢個老人房有一個好處喎，因為有時候老人家咧，咁你打開呢個落地窗咧，直接行到陽台咧，呼吸出邊嘅清新空氣咧，對佢身體啊，亦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咁而且喺呢個位置咧，因為我哋係方正嘛，所以你可以直接做一排到頂嘅衣櫃。睇完第一間房，咁我哋睇呢個公共衞生間。咁公共衞生間佢嘅設計咧就採用咗分段式設計，乾濕分離。咁配有我哋花灑啊、淋浴瓶啊、智能馬桶，咁包括我哋鏡櫃啊、洗面盤啊等等，全部都係配有嘅。咁呢度係2間房，咁呢間房咧，你可以作為一個細路仔房。你有冇睇到呢個採光面啊？好大，好多陽光可以入到嚟，所以細路仔住喺咁嘅房間入邊咧，個心情咧就好明朗嘅。而且佢係好方正，睇出邊嘅山景咧，個人啊就好舒服啦。特別係佢有時候讀完書之後咧，對個眼睛啊個保護啊係好好嘅。咁第3間房就係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帶有獨立嘅衞生間嗱。呢個衞生間同樣係乾濕分離、分段式設計，馬桶、鏡櫃、淋浴瓶、花灑、壘扣板全部幫你配好。咁呢個臥室咧，咁呢個位置可以做一排到頂嘅衣櫃啦。咁同埋呢個位置有一個大嘅飄窗位。咁有時候坐喺度咧，欣賞下出邊嘅景色咧，成個人嘅心情就好快樂啦。如果對我哋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歡迎聯繫或者訂閱我哋啦。咁我哋依家嚟到碧桂園洋洋啟谷嘅商業街啦。咁呢個商業街咧有1.8萬方，咁佢嘅商業業態亦都豐富。可以睇到啦，有我哋嘅南北藥行，有生鮮超市啦，同埋前面有養生會所，同埋泰國料理、海鮮酒樓、牛肉火鍋等等，所以生活喺度咧就好便利嘅。同大家介紹翻啦，我哋碧桂園洋洋啟谷嘅沙盤模型啦，可以睇到我哋呢個沙盤模型好大好大。咁依家我哋所處嘅位置就係呢個位置啦，就係11部綜合樓，成個樓盤佔地有2300畝，分咗2期開發。咁依家睇到呢一度咧，就係我哋嘅1期。1期呢度咧個配套咧有我哋別墅啦，有5星級酒店啦，有我哋泳池啦、溫泉泡池啦，包括有我哋高層住宅啊、洋房啊，同埋會議中心、商業街等等，所以生活喺度咧好方便。對於好多追求有高品質嘅人嚟講咧，呢度係非常之適合嘅。咁啱先咧，我哋睇嘅別墅咧就係呢個位置啦。前面就係水杉濕地公園啊，就直接望呢個公園嘅，而且係雙拼別墅。咁我哋啱先睇咗個洋房咧，喺邊個位置咧？就喺呢個位置，喺呢個一棟，佢係背靠金桔自然保護區，而且佢依家賣緊嘅價位咧，亦都唔貴，大概係8000蚊左右啦。但係精裝修，而且係現樓。如果對我哋呢度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咁我哋有3年嘅管理費贈送。咁依家我哋移步去睇睇我哋嘅區位，呢個就係我哋洋洋啟谷嘅區位模型啦。可以睇到我哋碧桂園洋洋啟谷就喺呢個位置，佢係背靠金桔自然保護區同埋呢個田園牧歌生態園嘅，隔離就有個豐田水庫，所以佢周邊嗰啲生態環境啊、負氧離子啊含量就好高。咁另外嚟講啊，我哋呢個位置咧，佢係位於惠州市惠陽區沙田鎮，佢去深圳咧就大概係14公里，20分鐘左右。咁會有啲朋友就會問啦，咁我喺香港或者深圳過來點樣比較方便咧？咁依家我同你解釋翻啦。咁香港喺呢個位置啦。咁香港首先第一個交通方式，你可以喺西九龍或者喺深圳北站坐高鐵過嚟，走下深線。咁到我哋呢個惠陽站，到咗惠陽站之後咧，咁你可以坐公交車啦，或者打個滴滴過嚟嘅。咁大概車程都係20分鐘左右。咁第二種方式咧，咁你可以坐嗰個咩？深圳地鐵14號線，就
地鐵14號線到沙田站，到沙田站之後咧，坐7號公交車直接到我哋碧桂園洋洋溪谷，或者你亦都可以自駕車走沈海高速，直接喺淡水東呢度出嚟。淡水東出口咧，離我哋樓盤大概係2公里嘅，所以呢種出行方式咧，都方便咗好多朋友過嚟啦。咁另外，除咗交通方便之外咧，咁我哋周邊嗰啲配套咧，亦都係比較好嘅。咁可以睇翻啦。咁我哋呢度有沙田醫院啦，有呢個沙田綜合市場，咁同埋新世界購物廣場。咁我哋西南面呢度咧，就有我哋嘅地陸人民醫院啦、大潤發、天虹等等，大概都係我哋15分鐘左右嘅路程。咁如果對我哋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歡迎 WeChat 或者 WhatsApp 我哋啦。